中华消息，中华湾林区一户人家厝和一台无车牌的货车挡在门口，出入真无方便，而且一个停就是2档。原来这台货车的车主是厝卡，因为长期欠厝税，厝和厝头家收登去，这个厝卡就将货车停在门口，厝主要求呢各单位处理，结果呢，环保局甲警察局是安尼杀来杀去，厝主真无奈，最后找议员တင်情，警方才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，当场将货车甲调走。 警方要甲车拖走进前，国民搭提车车主来刷车，不过车主一直无出现，上尾也拖吊车直接甲货车规台拖走。大哥知道拖到哪里去了哈？分局，园林分局。原来货车的车主是民家厝的厝卡，因为长期欠厝税，厝厝头家收登去，厝卡归去，直接甲货车停伫门口口，影响厝头家出入，只停到停满2年。这样一停那么多年，这样子不能接受。观感是不好了。你门口安尼无爱刷走，佮讲做生意，你感觉安尼较贵无？ 厝头家找各单位来处理，结果环保局和警察局拢来杀责任。要认定为废弃物之后才会有全责，才会发生全责吗？派出所他没有悬挂车牌，所以他也无法可据。他停在他家门口停了2年，他找不到哪个管理单位可以去协助，谁可以回答我？ 一个公车要未达到保费车的标准，一个公车无挂车牌，无妨害交通，无法度拖。不过，伊直无法度解决问题。第二回向环保局和警察局互问甲，唔知要讲啥。上尾警方以道路交通处罚条例把车拖走。未悬挂号牌停放于道路，那我们警方可以移至保管并告发。 那罚则是3600至18000元。我们跟环保局的沟通上有一点缺失，那我们会在对我们的员警加强来教育。货车挡伫门口口700天，相关单位拢无爱处理，一定要透过议员才会当解决，互厝主真无奈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YouTube频道。